为着要解决护理师欠人的问题，卫福部按40亿的专款要发予值夜班的护理人员。不过是依照无共等级的病院来决定要发多少，这是引起基层的不满。今日透早到全台各地区病院的护理师代表开记者会来抗议，批评错误政策害地区病院的护理师留袂住，面临关病院的危机。 层级一致。换口号抗议护理奖励制度不公平，因为卫福部进前公告，护理师3班护病比薪制加40亿专款奖励金，提悬护理轮夜班的意愿。说是照无共款残疾病院发关键无共款的奖金，引起基层护理人员不满，因为工作共款，地区病院甲医学中心相比，夜间津贴有差别，使人指责。 如果说一天差400元，23天1个月就差9000，一年这个护理师可以差的金额就将近11、2万。只要医学中心一有人力缺的话，我们地区医院的人力都会被吸引走。所以这个政策下去之后，我们的影响真的是不敢想象。台湾社区病院协会甲护理师工会全联会共同发声明主张，发护理奖励金应该分病院层级，而且支持照护病人较济，工作量无需夜班人员，也应该有津贴奖励。佮批评卫福部的错误政策，会造成地区病院一成左右护理人力流失，后续恐吓的关层、关病院的危机。多少床就要配置多少护理师，再将护病比有一定的规定。如果地区医院的护理师人数不足的话，那势必面临关床。医学中心大概是所需要的护理人力的缺口，它比地区医院的确是多了很多。那当然是有限的资源，我们大概要用在关键的地方嘛。台湾社区病院协会强调，未来1个月内会在体制内尽可能甲行政部门协商，佮拜会立法院各党团。若无得到善意回应，会在农历春节过后，集合全台地区病院护理人员行起哩街路，争取合理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